网友寄来的面包超人收银机，他讲不通电不能玩，看起来应该是拆过，这个外壳没有盖好。先来看看是不是电池漏液的问题，闪闪发亮没问题，拆开来看看哪里有问题。通电测试一下。开关氧化了，把它拆出来搞一搞。弄好了，装回去测試一下。哇，還可以碌卡的喎，搞掂。